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即將舉行，大家可以喺電視機熒光幕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開始第42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1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21。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42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42。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0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20。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0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10。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2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22。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3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23。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49號 ，and its draw number is 49。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幫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10號、20號、21號、22號、23號、42號，而特別號碼係49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又或者頭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節目時間嚟到呢。